第1节到第4节。先标点复合本伫新约的部分是第3页，台语汉语本也是伫新约的部分是第3页，现代中文译本是第5页。我只是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迄时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要受魔鬼试。已经禁食42年，后来就枵。试个我来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甲这个石变做饼。第4节，若是伊应讲，有记载讲人的话，毋领瓦靠饼，就是瓦靠对上帝的嘴所出隆重的话。以上，这是咱要邀请青少年签小用中文译本来共读。马太福音4章1到4节。接着，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魔鬼试探。禁食40昼夜后，耶稣饿了。那试探者上前对他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耶稣回答：“圣经说，人的生存不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是咱要邀请吴牧师来证道，证道的题目是靠着上帝话语来生活。下面请大家平安。真欢喜，虽然外口落着风雨，讲是咱带着敬畏主的心，三甲出去伫这个所在平安来做伙敬拜主。今仔日是咱圣神的感恩节。伫圣经内面《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内面讲到讲，当圣神降临的时阵，伫恁的身上，恁要得到啥物？恁要得到快乐。所以耶稣嘛，伫迄当时特别嘛甲咱讲讲伫当咱得到圣神的快乐了后，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甚至到伫撒玛利亚，然后到伫地极，恁拢着爱安怎为着我来做见证。所以咱每一个领受圣神快乐的人，伫今仔日圣神降临节，咱搁一摆来思考，到底咱要安怎样伫咱的生命中间得到圣神的快乐，来为主做啥物？做见证。所以愿上帝亲自来祝福咱，帮助咱，互咱得到一个祝福。圣神的引带是当得到祝福。有圣神的引带，毋是干那得到快乐尔，更较要紧是你的生命会当去祝福人，会当得到上帝遐来更较大的祝福。有一段圣经节，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就是启示录第2章第7节是这个老约翰老约翰。伊对迄当时伫异象的中间，上帝互伊的梦，爱对这个教会7间教会讲，其中有2间教会，以弗所的教会的批示伊安怎讲呢？伊讲圣神正教会所讲的话，既若有耳的，就引导爱听；得胜的，我要将上帝乐园内面的生命树的果子赏赐互伊食。每一个人咱拢领受圣神对无？但是圣神对每一个人拢咧讲话哦，但是伊特别甲咱讲，既若有耳的，就引导爱听。有个人领受圣神，伊听袂落去，听袂落去，人互伊的建议，听袂落去，人互伊的啥？互伊应该爱调整的生命。所以牧师问咱，伫今日咱要做伙来看上帝的话，靠着上帝的话来生活。你要安怎靠着上帝的话来生活？牧师啊，我一世人我的知识来咧生活，我的经验来咧生活，就拢好好咧。我甲恁讲，咱是靠着上帝的生活，是要甲人建立好的关系。咱靠着上帝的话，是要安怎？会当有带出生命影响力来生活，敢毋是？
所以毋是靠你家己的，是靠着上帝话来生活。所以这是老约翰对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推信所讲的第7章第2章第7节内面。另外一个11节内面是对士梅那教会推信讲，圣神正教会所讲的话，既然有耳的，就应当爱听。特别佢讲啥物共款？得胜的的确无受到第2摆的死。请问咱拢受洗啊无？有真侪人咱拢受洗。咱拢受洗是因为咱的生命得到救赎，是无？所以咱无搁再安怎，无搁再伫罪恶中。但是咧，你会搁死无？会啦，有时安怎，我习惯歹改啦，主啊，莫搁叫我改啊啦，我愿意继续沉沦在那个罪恶罪性里面。所以，如果你若是愿意顺着圣神救赎的生命来帮助你，你有耳就应当听，而且你爱成做一个得胜的人，阿门。所以，愿上帝亲自赐福咱。而今仔日，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以前，牧师特别咱的人物圣神降临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安怎样带出会当为主做见证的生命，这是真要紧的态度啦，这个时阵，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阿你，因为你是配得阮阿乐的主上帝，你是配得阮尊你最大的主。主啊，你所赏赐予阮的活命是遐尔宝贵，总是阮有时看做袂要紧。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诚做主你所疼的，你的确会当管教阮的生命。帮助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会当拿活伫上帝你正确的规律的内面。天父，阮的主，阮嘛感谢你，因为耶和华上帝，你毋但要帮助阮、管教阮、修正阮的生命，也要互阮诚做主你所疼的囝儿。主啊，阮伫你面头前，有时阮欠缺，有时阮难食，但总是阮的内心是一日若亲像新的一日。互阮会当哪来哪有气力来面对阮生命中的老我，互阮面对生命中的歹的习惯，互阮学习去改变，互阮成做一个有能力、有影响力、带出基督香味的家人。感谢阿主，伫阮的中间，阮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通过你的话语，也领受主你圣神对阮讲的话。感谢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顶一摆牧师甲咱分享一个信徒，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基本的信仰生活的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就是咱拢若像咧开车共款啦吼。咱的囡仔咱的生活，咱一生基督徒咧生活的过程咱即粒囡仔的中心点必须爱掠啥物人做中心？基督做咱生命中心所以咱的周报内面的后壁面有几百度遐几百度牧师伫接续几礼拜中间会含咱来分享。顶一次我含咱分享要安怎样耶稣基督做咱信仰生命的即个囡仔在转世过程中间一个真要紧的轮轴啦。如果你的生命伫你所开的即台车顶面，你是掠金钱也好。也是掠讲，我的家庭较要紧教会无要紧我掠我所要看的节目要紧我无一定爱去教会，我来看部 TV 就好咧。但是阮教会就伫阮兜隔壁你就是袂爱去教会咧，有的人是安尼因为我袂爱去接触啦，我袂爱去甲人相组织，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基督徒信仰的生命中间，咱需要顺从的生活生命。但是伫这生活，咱咧转世的过程中间，咱必须爱用耶稣基督成做咱的中心甲目标。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要安怎样用上帝的话来做咱信仰生活的重点。这是咱今仔日要做伙来学习的。伫一开始，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也就是今日咱所讲马太福音书第4章的第1节到第2节，内面有真宝贵的信息。要望咱做伙来了解人物。圣经第4章内面第1节到第2节讲，耶稣迄个时阵，当时耶稣被圣神引带到伫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伊禁食40日，后来就安怎
就枵啦。哦，这几句话哦，莫看这足简单哦，这几句话内面足侪深刻，足侪真正咱会当来学习去看见，耶稣是安怎得到引带，甚至面对试探。兄弟姊妹，我们有没有遇过很多的试探？哦，有没有？咱时常拢会讲着讲，哦，我受圣神的引带，所以我较来做上帝工，对无？但是恁敢捌想过讲，圣神引带有当时会去试探的，有无？咱无去想着，较少人去想着。咁圣神较有可能引带我去受试探，哦。但是我甲你讲，耶稣就是安尼。迄当时，迄当时是耶稣伊当啊受洗了后。你有机会看《路加福音书》第4章第1节内面，就清清楚楚讲起耶稣伊受浸了后、受洗礼了后、圣神水的洗了后，然后安怎？被伊的爸上帝呵乐，呵乐讲啥物？哇！你是我所欢喜、所疼的囝儿，有无？吼，然后安怎？伊就离开约旦河。所以伊讲的迄当时，就是你若有机会参考《路加福音书》第4章第1节。同款，伊就咧说明耶稣伫迄当时，圣神引带伊，充满伊了后，然后伊离开约旦河。了安怎？耶稣为虾米引带到旷野？圣神哦。所以兄弟姊妹，圣神有当时毋是干那引带你来教会，是引带帮助你去进入一个你毋捌去过的所在。但是你去了后，这段圣经在耶稣要互咱清楚一件代志，伊安怎？安怎对抗去对付这啥魔鬼撒旦，甚至安怎去面对迄个试探。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一段故事，当互咱学习对无？好，所以希望咱通过今仔日这段圣经在做伙来学习，到底耶稣伊安怎咧面对？当圣神降临伫耶稣的时阵，充满伊，然后被引带伊，主被圣神的引带，然后去做一项代志，叫做啥？做啥物？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你莫甲看做魔鬼，你甲讲啥？磨练啊。磨练。你甲当做啥？你甲当做征战。你甲当做是你生命当中习惯的改变，是毋是？这敢是试探？有呢，是呢。哦，我有事啊，礼拜日吼，我一礼拜吼，昨去补班吼，昨有啥？昨有上班呢，昨有上课呢。哦，若是讲咱昨有青少年的组呢，做者青少年哦，通常若昨补课吼，暗时吼，大概有减少5个以上，有无？我会知影吼，较无思念伫车顶讲哦，落即个雨吼，我看今日会减袂少人。后来吼，我看了讲感谢主，咱吼，咱大家拢住伫遮附近，足感谢上帝。无论安怎，无论如何，咱雨伞仔咧，豆豆有行就来嘛，无要紧啊，吼。过去牧师伫一间教会吼，即逐风雨落去吼，对300几个变啥，50个至70个，会回有无？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每一个人拢咧受试探。圣神带领耶稣伫圣神的充满了后，伊必须爱去做一个真要紧，就是进入旷野，磨练伊的生命，要安怎样认捌伊甲上帝的关系，有无？所以一开始我头拄有讲，上帝伊的爸上帝称伊是你是我所欢喜的囝儿，毋是安尼就，互耶稣进入一个哇安康乐业的地方了，而是让他进入了一个试探的地方了。所以要搁一摆试验这个人，到底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两位兄弟姊妹，咱顶礼拜吼中集就任嘛吼，是毋是？所以挑战来哦，牧师嘛要就任哦，挑战嘛来哦，同款兄弟姊妹。咱的牧师若来到咱中间，咱要安怎样甲牧者做伙来行团队的工作？我们的试探挑战也来了。你们相信自己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愿不愿意？愿意。子安，会知影吼，信歌队要唱歌通常讲请牧师祈祷，我讲子安，请你来祷告，因为你是领袖，你是我们圣歌队的队长。哦，我做这款的讲信歌队的队长吼。这少年的啦吼，搁咧读册嘛吼，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上帝互伊一个真好清楚的意向甲感动，无伊无愿意会当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更好好把握住你做一个领袖，你要好好的活出上帝如何用你这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面，团队的中间，
去做运动啦，正面的运动。哦，这领袖吼足无好做哦，领袖最容易安怎会骄傲啦。嘿，我有官兵啊呢，哦，恁着爱听我的哦。我甲你讲，领袖最重要就是要更加的谦卑，亲像耶稣共款。所以我做一个牧者，我嘛时常咧学习，要安怎样当我认为对的代志的中间，我要学习彼此世卡的态度。我甲你服务，互你知影我咧讲的物件是即个。毋是甲伊讲，你着爱照我安尼讲哦，啊，你若无安尼讲吼，啊，你会做食力咯，啊，你影响教会大局哦，袂使一咯，袂使。我袂安尼想，因为我感觉安尼做是安怎？是互即个人活倒，是互即个人离开了主。所以我更加谦卑，更加会当因为我的服侍，因为我谦卑的顺服，帮助伊，互伊会当拿来拿用做。兄弟姊妹，耶稣被圣神引带。有时是会带圣神进入一个旷野中间，是充满引诱、充满影响、需要的环境。也就是拄着人生的试探的中间，咱要安怎样来做？魔鬼甲耶稣讲啥物？哪有法度将这啥石头变做饼？你毋免枵啦，你袂枵啦。哇！耶稣的态度无相款出现啊！来，耶稣一开始进入啥物？主耶稣伊啥物反应？我要学习，咱做伙来，锻炼咱做伙来看另一段圣经吼。雅各书第1章第12节到13节内面安尼讲，伊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伊要经过试验了后，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允互遐个听伊的人的。所以我感觉耶稣一开始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知影伊的生命到底要安怎样，或者个门徒来跟对，要安怎互咱即摆人来去看待伊？吼，雅各书的作者安尼讲，13节安怎讲？讲人被试探，毋通讲啥？我是被上帝试探，毋是啦，上帝袂甲咱试探，是啥物？因为上帝袂用歹来试探人，伊袂安怎？袂试探人。上帝伊用阮魔鬼来试验哦，来试探啥？试探伊的囝。所以你要知影，哇！上帝咧试验我啊！哦，但是你毋通讲上帝咧试探我，哦，你会当讲魔鬼咧试探我。所以当你脾气来的时阵，你得注意哦。当你咧发脾气，当你咧对人杀性地，当你开始对一个人无有疼的时阵，你得做注意啊。因为迄个时阵，你的心就行偏出来，真容易的，最容易的。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安怎为主来做美好的工？伫圣神的引带内面，甲魔鬼做好的征战。主伫旷野内面受魔鬼的试探，迄当时我相信，伊是安怎做妖爱寒袂下哦。伫迄个亚罗萨利迄种的所在吼，迄拢是海拔吼2-3千公尺的所在。你问亚做讲，迄是像沙漠吼，应该做炎热，毋是？反倒当迄种的所在，你想看耶稣禁食偌久的时间？40日呢？迄有可能是枵甲寒呢。你若枵的时阵，身躯咧开始感觉软软，啊就无力。你想看耶稣40日禁食的过程内面，伊是枵，甚至有可能佫是寒。因为兄弟姊妹，我著咧回想，一个信徒如果当咱离开了主，当咱进入旷野的时阵，你讲主啊，我无想要再去教会啊，因为教会充满人侪侪的纷争、结党、讲歹听话，我无想要去啊。我要家己当我的厝内看骨气面，我毋要接触人。因为兄弟姊妹，伫旷野中间，你着爱主，你爱紧紧鼓励即款的兄弟，鼓励伫咱身躯边的厝里的人。我邀请伊，讲主啊，帮助伊，互伊会当紧紧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头前。因为兄弟姊妹，咱看耶稣，伊讲禁食40日了后，枵啦。咱看咱手边的圣经吼，耶稣禁食40日，最后是安怎？枵啦。请问是禁食的时阵枵，还是伊是禁食的时阵枵，还是即个禁食了后，禁食祈祷了后较枵？请问是安怎？
思无？禁食40日，无代表以后哦。禁食40日，伊安怎？最后才是枵啦。圣经是安尼写。禁食40日了后，才是枵啦。伊并无写讲耶稣伫枵的中间禁食40日，也是讲禁食40日的中间咧枵，无讲。伊是讲禁食40日了后安怎？枵啦。意思是啥物？兄弟姊妹，禁食是一个人伫心灵的中间，伊对一项代志，对人伫困扰的中间，伊有负担啊。我咧想，耶稣应该是真有负担，咧为着一项代志，为着啥物代志咧祈祷，咧求上帝，是毋是？所以伊开始伫咧中间禁食嘛，所以伊伫禁食的中间，伊自然袂记你啥，袂记你要食呢。你感觉为着一项代志吼，急要做迄项代志，还是讲感觉伊足要紧？你感觉会晓？我感觉妈妈上会当体会这个。囡仔吼，为着要送一个便当去互囝食，有无？还是讲煮饭，有无？为着要紧煮饭，煮一顿好食，互全家食。哦，我无师娘吼，最近拢咧学煮饭吼，我就发觉这项代志。吼，煮哦，你拢无要食，袂晓咧。因为安怎？伊看到逐个人咧食伊所煮的物件，伊自然就欢喜啊，伊会感觉讲满足。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嘛是安款，伊伫禁食祈祷的中间，伫迄个过程的内面，伊看见，毋是身体需要较最要紧，伊要紧的是属灵的代志较是要紧。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停留伫咱属灵的感觉的中间。咱毋通阁继续停留伫咱人所看做是要紧的代志里面，所以甲你边仔人讲，咱做伙看重属灵的书。咱看使徒行传14章内面，你会看见吼，保罗伊甲巴拿巴，因对教会要选入教会长老的中间吼，要选教会长老的时阵，因是做啥物代志？禁食祈祷。就是禁食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伫咱所选举的过程，咱就禁食祈祷。未来牧师鼓励咱，毋是讲吼咱即摆选出来，拢无禁食祈祷，咱去顶选吼，毋是这个意思。要紧的是安怎？咱爱学习，等后一次咱要去顶选也好，也是要改选也好，补选也好，咱拢爱学习一个态度。我要为着教会这项代志，我要来禁食。祈祷求上帝帮助，互阮会当伫这过程中间无受着人的影响，是单单看见我对教会听这的入目，感觉讲这个是上帝你要用的啦。通常你看选举吼，当时是选举的中间是先选出迄个啥，先选出来，你看迄数字就能知影，逐个人敢若拢有一票，但是你会看到几位是安怎较悬票、较济票，然后第二摆搁评选的时阵，就安怎？大家票拢刷起迄个是，有可能我袂看的，这人有影哦，伊的票较济，互我后一个我来选。所以这是人做自然，当你要慢的时阵嘛无要紧啊，但是伫迄中间咱做自然看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举。兄弟姊妹，主耶稣伊毋忘咱，主耶稣伊伫试探的中间，魔鬼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通吩咐石头变做食物。耶稣甲伊回答讲：圣经内面毋是安尼讲吗？人活地毋是单靠食物，乃是靠啥物？上帝嘴里所出的一切话。兄弟姊妹，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阵，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上帝给他们什么东西吃？玛纳，有无？有呢。相反，人爱靠上帝话来食，互你的智慧，互你的生命，互你的这个灵命啊，能够得到保住。所以牧师在每一个礼拜都期待各位每一个兄弟还有弟姊妹，咱抱着这款的心，鼓励咱的兄弟，你爱毋是该带伊来讲教会即摆咧牧师讲话做成咧广播电台的动感袂互你困啊当然你会当安尼介绍，但是你搁较要紧是干咪分享圣经内面的话，要安怎祝福你的生命，
互伊生命得到帮助。美国的牧师吼，这个有一个牧师叫甘坚信吼，这个牧师呢出世的时阵吼，体重无够，甚至伊是一个心脏有畸形的一个囡仔，细汉的时阵，细汉的时阵心脏病有时造成心脏停止跳动，停止跳动，所以伫15岁时，规身躯拢瘫痪，15岁就瘫痪。甚至佮得到即个血液的病血液的疾病，所以伫个过程中间，医生甲伊宣布讲，我嘛无法度啊，你去找别人。你想看卖啊？如果你是一个破病的人，连医生拢无法度甲你医的时阵，你会想要安怎？咪死死的啊！我话你要创啥？共款，甘牧师伊伫回想过去，伊细汉的时阵有即款的生命经历的中间，伊认为伊想要自杀。伫迄个过程中间，伊伫病床顶面受到人的关心，然后受洗信主。信主了后，伊逐工读圣经，伊逐工希望讲通过这圣经会当互伊有成做一个有望的人，希望圣经的话语来启示伊。后来这个甘牧师咧，伊安怎？伊得到主耶稣亲自甲伊显现，甚至教导伊。要安怎样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去认捌伊的生命？所以，这个甘牧师伊坚信，十字架顶已经有一个什么人代替咱的选择耶稣啦。圣经内面伫马太福音书第8章17节内面讲，耶稣担当咱的选择，甚至担当咱的病痛。所以兄弟姊妹，伊伫迄个过程中间，伊无搁再惊。所以呢，伫迄个过程中间，逐工看圣经，甲伊当做这个万灵丹万灵丹安尼咧食，你甲伊食，甚至佫甲伊记起来。咱毋知影，咱时常你若伫身躯边，你问你身躯边人你会听伊咧讲话，大部分有当时会讲到红仔册啦，也是小说，也是即个报纸内面某一个政治人物做爱讲的话，有无？甚至有诶人真爱听啥物广播电台也好，伊会甲你介绍啥物万灵丹有无？有诶人真正是安尼。甚至伫咱诶兄弟姊妹中间，你嘛是会听见安尼啦。真爱你听伊做爱去讲迄样代志，但是你咧伫伊喙诶中间听袂着耶稣。即个甘牧师伊就是安尼记牢上帝诶话，甚至将上帝诶话。望家己就是诚做一个好有智慧的人，所以逐工食，逐工看，身体哪来哪好。伊讲啥物？伊讲过一句话，伊讲上帝约就是上帝话啦，上帝约就是上帝话啦。所以兄弟姊妹，50年来，这个甘牧师伊后来因为破病所食的任何药物，伊无搁再去用。乃是单单倚靠上帝，安尼两个。这个甘牧师后来成做全世界，甚至成做教会界一个真要紧、医治布道的牧师。感谢主，上帝安怎使用一个人，要互伊成做祝福人，会当去医治别人的生命的一个目的。所以兄弟姊妹，是因为上帝话，是不是？兄弟姊妹。今年第4章20节到22节，咱做伙来读咱做伙来读。我的囝，爱如心听我的词，爱通听我的语，拢毋通离开你的眼目，着爱存记伫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伊的，就得着生命，搁得着伊全体的荣耀，得着伊上帝的话。当咱留心注意去甲听，甚至爱通去听，这是一个态度。爱通，我做听讲，毋通离开你的目睭眼目。有时咱时常咧看足侪逐日形形色色足水的物件啦，包包啦，诚水的包啊，诚水的衫啊，诚水的车啊，你拢会去看，毋通离开你的目睭，专心注视伫上帝话所要对你讲的事。着爱记伫你的内心，毋是看尔呢，搁爱记伫你的内心呢。因为得到伊的，就是安怎得到了健康。原本即个生命是健康啊，
所以你就会得到健康，甚至得到伊全身体的好药。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拢得爱学习听主的话。来，咱做伙讲我要注心听主的话。我要注心听主的话，我嘛要行主的话。我嘛要听主的话。行，就是去实践出来。我要去实践主的话。各位兄弟姊妹，魔鬼时常咧引诱咱，叫咱顾身体、肉体的需要，甚至安怎忽略属灵的顶面的需要。主要我毋是讲咱肉体的需要无要紧。耶稣伊嘛有讲耶稣伊讲啥？简单，不是单单靠食物。请问耶稣有没有否定食物的重要？他没有否定他是说不要单单的，毋通简单顾着迄个食物。我今日我无闲啦，爱工作啦。我礼拜日可能无法度安尼教会，你免去讲，上帝自然甲你补助。在你是毋是愿意将你的时间，互上帝的需要，互上帝的话来亲自来帮助你，领受上帝真理完的话。主耶稣无变石头加做食物，毋是伊袂当做，乃是伊毋肯做。甚至我咧思想，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问题无在伫会当做啥物？咱是如果一个人若无有上帝的话，安怎？就算伊会当做安怎，嘛无效。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有上帝的话，诚做咱做上帝的工要紧的准则。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有上帝的话，会当赐福你、帮助你、祝福你这个人，甚至帮助你，会当通过你所讲的话来祝福别人。兄弟姊妹，圣经内面、创世纪内面，什么人因为食来犯罪？创世纪。夏娃，然后西人伊的翁，讲啦，食看卖啦，无要紧啦，所以起初的亚当安怎？因为食来犯罪，对无？得罪了上帝嘛。有人讲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啦，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他是战胜了吃的诱惑，对无？今咱所看圣经真就是耶稣就是安怎？伊无阁受到罪引诱，伫迄过程的中间落入魔鬼的圈套里。兄弟姊妹，信徒要得胜失败的关键，是在于伊安怎样支配伊的灵性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到底是你的灵性的生命咧支配你的肉体生活，也是你的肉体生活咧支配你的灵性的生命？这是咱特别来学习的功课，敢是？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思考，到底你即摆所表露出来的生命是你家己肉体，我就是安尼所以我就无啥想要看圣经，我就看拢无我就无想要看嘛，我听就好啊。耳孔我听你比较好，时常你去看，上帝互你目睭变好。我听过足侪故事真侪老大人到80、90岁90几岁，你目睭阁好诶我甲伊问讲你目睭是安怎拢遮好，哪拢无退化？我无输啊，我早起来，我就是看上帝诶话。徛到迄个窗仔门边，上帝我诶目睭就安怎看清啊！我毋捌当想象诶，我嘛期待讲我时常看上帝诶话。到我年老的时阵，我的目睭又偌遮尔好。当然，我毋是讲即摆目睭歹的理想者你就是无咧看圣经啦，毋是安尼要紧的是啥？这是一个活我的见证，分享互咱知影。如果你袂爱看圣经，你真爱看电视，安尼我鼓励咱，将圣经摕出来看，互上帝话亲自来帮助你灵性的生命。所以，到底是你肉体的即个咧支配你的灵性的生命呢？也是你灵性的生命来咧支配你的肉体生活，这就是咱基督徒要安怎学习，透过上帝的话来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活。兄弟姊妹，有一间教会伊用一个固定的一份的读经的进度，所以一礼拜的中间大家人拢忙拢会当完成读经的动作，读进度。
啊，如果若有绕到几工吼，即教会吼嘛诚无客气吼，讲鼓励信徒吼，着安怎爱做处罚，爱处罚吼。我看这故事感觉真趣味啊！牧师看咱分享，是讲咱就是要安尼来做吼。我相信伫这个过程中间有伊真要紧的意思。啊，即个教会吼，伊着安怎要求伊的信徒咧？如果你若检一两工无看，伊安怎互伊去来教会的时阵检查了，就去边仔的即个公园，若是讲即个学校的操场吼，走5里到6里。啊，但是即个牧师真特别，伊毋茫就是即个过程中间，伊家己无论伊有做到无做到，就算伊遐无做到的信徒，伊有愿家己嘛陪伊安怎去走操场。哦，运动嘛无歹啊吼。啊，伫即过程的中间呢，伊若走了吼，教会嘛安怎，互遮个兄弟处罚的人吼，做伙食一下点心啊，走会忝啊，吼，所以教会嘛安怎，为着要体贴遮个信徒吼，伊走处罚了吼，倒转来吼，有咱爱补充一下，继续来看圣经。所以伫要食点心以前吼，因必须逐个人拢爱做伙了。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4章的第4节，因做伙了啥？讲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喙内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学习安尼去操练恁的信徒安怎读经啊。所以有当时你嘛会当试看觅，你家己设定一个目标。如果你若无达到，讲好我就来走操场，哦，嘛是会使啊。反正运动嘛是真好啦，互你健康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实际，嘛是一个帮助咱去强调一个到底看圣经对你的生命到底有重要的。因为当你若感觉讲这是真要紧、真重要的，你会愿意安怎？就算佫较困难，你拢愿意去达成。兄弟姊妹，读经查考圣经，是要互你的生命得到智慧，甚至得到生命真水有组织的系统，帮助你的生命有一个好的伦理的知识，甚至帮助你会当看清白菜。所以兄弟姊妹，当你领受上帝话了吼，牧师要佫鼓励咱爱知影一件代志，你爱去默想、默想，你会去默想、默想神的话语。所以我时常伫准备讲道片也好，读经了后，我拢会安静，想袂出来，毋知要讲啥的时阵，我就祈祷，主啊，你要对我讲啥物话？然后安静，几秒钟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拢无去想，安静。天中间我主对，神的话就开始在对我说话。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哇！我就感谢上帝。领受上帝伫冥想的中间，是要去明白上帝的话。你爱去默想，读了毋是无代志，读了是爱去了解上帝的话，要安怎帮助你嘛？吼，无你读要创啥？所以伫冥想的中间，你自然开始咧跟上帝做交谈。我有一摆吼，伫 YouTube 无小心看到一种最近有一种在路上吼，那个啥，那个丘比特，我不知道有没有年轻人看 YouTube。他这个是路边的丘比特，他们怎么做呢？伊来宾这个丘比特也讲伫路里吼，讲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喜欢的人的条件啊？吼，然后问了吼，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问了，讲好，我在今天要帮你找一个。然后找了吼，什么？叫什么丘比特？啊？街头对，黑男吼，哇，街头丘比特吼，有机会我毋是要教咱去看的，我是要爱咱去，我要跟咱分享是，这个作者吼真特别吼，我感觉伊真无简单，是伊将两个原底是无关的人，然后透过迄个程序，就是互动的关系里面，让他们直接敞开心的认识到了彼此。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吼，伊内面就是讲最后啦吼，因他们已经彼此说，你对这个人这个这个是第一印象的指数吼，互因做伙来讲，讲了我讲哇，你的指数真悬，因必须爱做一个动作，就是安怎？就是因必须爱去互相对看10秒钟。
我在思考这人跟人的中间对看10秒钟的过程，为什么会产生变化？就是感情的变化。你有机会去看讲，如果我今日无输咧讲道吼，我今日讲道对头到尾讲道拢毋捌看过，你拢咧看电话。哇！你安怎？你会感觉即个牧师跟你是无关系？同款，我头拄仔讲着讲这个街头丘比特吼，同款，伊咧怎样咧帮咱两个单身甚至没有感情关系的人，他们怎么样透过一些互动的关系去产生情感？哇，真的很有趣。所以兄弟姊妹，咱甲上帝伫默想的中间，你需要安静，因为你开始咧甲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关系毋是干那，主啊，我感受到，你就要开始安怎？你开始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活出来，知影要安怎去做，活出圣经的话。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咱想要听上帝对咱讲的，啦，上帝只想要甲你讲话，但是你耳孔拢炸掉了，我是无啥想要听咧，对无？所以默想是要做啥？我们去听上帝的声。所以你会知影，上帝拢一直拢要对咱讲话，但是咱有要听无？兄弟姊妹，伊一直想要甲咱讲，但是咱听了后，咱的态度是啥？咱的态度是啥？今仔日你听牧师讲了，真好，你的态度是啥？当咱教会清楚知影讲，咱去求牧师啊，牧师嘛讲要带领咱来传福音啊，我嘛知影，但是接下来你要创啥？我毋知。这个讲就交阮内底。兄弟姊妹，态度必须爱对行动来去看。今日牧师会当甲咱讲，互咱有态度转变，甚至有小可的加速开始咧发觉。但是阮还是爱靠你的行动来行出来。兄弟姊妹，有一个商人吼，做ban皮的商人的故事啦。这个商人吼，这从商的这个人吼，这个故事吼是改编自格林童话里面的故事。有一个商人吼，伊去到另远的所在做生意，中到卖了后吼，将伊所赚的足侪钱吼，用袋仔缀起来吼。然后伫迄个过程的中间，赶紧就要安怎，要倒转去伊的厝。但是要倒转去路站的中间，经过一个小店，这个店上吼，有人伫咧讲讲到足好，伊拢伫遐停，一直听一直看，袂记你讲伊遐紧看转去。所以听到对吼，我即摆我是咧看，要遐紧看转，就安怎？去转头就走。但是伫这过程的中间呢，有一个咧饲马的这个仆人吼，看到伊的马仔吼，看到伊的马仔就甲伊讲：，说先生啊，你的马吼有危险哦，因为伊的后骹吼，这个蹄吼，这个铁片这个蹄吼，已经松脱了哦，你需要去钉一个钉啊。哇，这个商人就感觉讲，佮要甲我趁我的钱啊？无啦，我即只马仔吼，一直拢是上赞的啦，肯定会当走总远的路啦。我唔免，后来就佮继续。行无偌久，无偌久呢，佫有一个经过的人看到伊讲：，朋友啊，你的马仔吼，迄后蹄吼，敢若松去啊，你可能爱钉一个哦，钉一个迄落哦。伊共款吼，无代志，我要赶路，无代志。后来咧，这个商人吼，这个商人吼，骑马啊，我甲讲：，哎哟，即摆较车会换啊，我的马仔较安尼愈行愈慢啊。后来这只马仔我困。我嗨啦，我的马仔较安尼啦。后来伊就鼻仔绑咧，家己的钱袋仔摕，又行转去到伊厝。行到的时阵呢，看到伊的太太掠一个这个皮鞭吼，讲你毋是讲要早转来，即摆半暝啊呢？你到底是安怎？这个商人安怎？伊讲毋是我，是我的马仔，吼，是我伫路面吼，迄个一开始是一个小店吼，讲迄一寡消息，拢是迄个消息，害我拢伫遐停留够久。然后安怎？拢是迄马仔甲我害我，毋是我，拢是小郑的错，都是我的马的错，都是钉子的错，不是我的错。
我看过这个故事的时阵，我时常在咧想，有时咱人甲人的中间，当人咧甲咱建议，当人咧甲咱提醒，当人咧甲咱讲话的时阵，咱是毋是嘛亲像这个上人同款？不是我的错，都是为了神。咱学习谦卑咱的生命，互上帝话真实来帮助咱，互上帝话真实会当互咱的生命谦卑柔软，愿意跟对主的脚步来行。这是耶稣毋望伊的门徒，嘛毋望咱现今所有领受上帝的话的人，应该爱做工作。愿上帝的话帮助咱，做伙来学习，每一日靠着上帝的话来成做咱生命中的改革。嘛，成做咱的提醒，咱做伙下头的祈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除你以外，伫天顶阮无别个，伫天顶阮只有主你一个，成做阮所羡慕的对象。主啊，阮知，阮的生命，阮就是咧倚靠你。有时虽然阮的肉体，有时阮的心灵软弱，但是上帝，你伫阮的心内要成做教业永驻的伴奏，是成做阮生命中的分业。主，阮知，这是你应允的话语。主啊，愿你帮助阮，互阮学习会晓去听主你的声，互阮学习会晓去通过读经、灵修、冥想、祈祷，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实活出顺服主你的生命。阮伫你面头前，也愿上帝你赐福，阮大叫教会正人的子女，用一同工，甲阮头前所要跑走的道路，互阮每一个人拢学习，将阮的目睭注视看主你，看主你爱阮行，爱阮学习，爱阮去完成的使命的工作。感谢有了你，愿上帝你嘛赐福阮在座兄弟姊妹，身体心神软弱的，拢得着主你的看顾。祈祷恳求，得主耶稣的名。阿门。